上新的消息，咱来关心中国海警船和公务船昨中昼伫咱金门海峡组织编队航行，而且驶入咱台湾限制水域。咱海巡随调度6只海巡艇专程监控，嘛用广播甲因赶走。海巡署是表示，这是中国的海警船伫这个月第4届走入咱的金门水域，这已经严重破坏两岸和平和稳定。 伫咧海面顶看到真侪台船，敢若伫咧排队，内面除了有中国的海警船，也有几多台属有中国海事甲渔业等部门的公务船。咱海巡署侦测到中国海警甲公务船，随到中昼12点开始规定做伙，并且伫下昼3点外进入金门两路西南边，差不多4海里的咱国限制水域，随调派海巡艇应对。 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署 BP-183艇广播。 你已进入中华民国禁限制水域，严重影响破坏区域和平、交通秩序，请你立即转向驶离。海巡署讲，有5台中国海警船加7台中国公务船，组做2艘船团，分别驶入咱方金门限制水域。海巡署调派6台海巡艇分组应对，专程监控搜证，而且放送驱离。大陆的海警艇已经 被我方海警艇赶上，目前2艘在海上追逐，并驾齐驱。金马皮分署表示，这是中国海警船5月份第4遍编队驶入金门水域，也是第1遍甲其他中国公务船同时驶入来，严重破坏两岸和平稳定甲航行的安全。金马片分署强调，海巡署甲国防部运用联合情感侦手段，严密掌控金门周边海域的情势，并且采取应对方案，确保金门海域的航行安全，也有渔民的作业权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